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礼拜开始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您过去一年当中的带领、保守、眷顾，让我们充满平安。主啊，此刻我们又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要透过敬拜与你亲近，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安静心，让我们注目在你的话语当中，透过领受你的话语来领受你所赏赐的恩典。求主在整个礼拜过程当中保守眷顾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因为我们的敬虔来得到你的喜悦。求主与每一个参与服事的同工同在，我们特别将敬拜团，特别将司琴、司会以及传讲信息的牧者交托在你手中，求主亲自引导保守，充满你的恩典在圣殿当中，让我们的敬拜合您的心意。主啊，我们特别将双联教会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求你持续的带领，在新的一年当中赐给我们新的意向，让我们清清楚楚明白你的心意，照你的计划去行，来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我们特别将台湾仰望在你手中，求你赐福带领保守。最近这几个礼拜，疫情有升温的趋势，求主怜悯保守眷顾，特别与第一线防疫的人员同在，赐给他们智慧、恩典跟信心，让他们所推动的各项措施能够有效地遏制疫情的扩散，让我们都得到保护。也祈求上帝在这个非常的时刻兴起台湾的众教会，让众教会抓准这个时刻，宣扬救人的福音。求主赐福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在礼拜天的早晨，邀请大家一同从座位上站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在今年的第一个礼拜，求神来帮助我们，对神有一个新的盼望，也有从神而来新的恩典，更对神有一个新的认识。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做新事的神，让我们一起来拍掌。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就新的爱，每天要赐下。你是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就新的爱，每天要赐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伟大。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在新的一年，将我们的忧虑完全的交给神，因为神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作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就新的爱，每天要赐下新的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伟大。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伟大。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伟大。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在新的一年，让我们一起来宣告：神是充满恩典的神，也是充满盼望的神。神是那位做新事的神。让我们将一切的赞美和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如此深爱着我们，甚至为了我们付上了自己的生命，付上了你的宝血。主啊，谢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房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你恩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
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圣灵啊，求你亲自来吸引我们每一个人来更爱你。每滴宝血，你的宝血为我流，每个心房，每个心房为我承受，恩典如海，思念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你恩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何等长阔，何等长阔，何等高深，天离地多高，你爱多浩大，无法测透，永远不尽头。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何等长阔，何等长阔，何等高深，天离地多高，你爱多浩大，无法测透，永远不尽头。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主耶稣，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的恩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主耶稣，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的恩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主要谢谢你，谢谢你如此深爱着我们，甚至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只为了要饶恕我们的过犯。主要愿我们的生命能活出你的爱，主要能够学习你爱的样式，主要让我们更深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你用重价救赎我，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行的救。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救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
救赎我，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行的救。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全心顺服，以圣洁为装饰。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用重价救赎了我们。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行的救。主啊，你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各位弟兄姐妹，我想邀请大家在新年的第一个礼拜，我们来对神做一个祷告。神是如此的爱我们，让我们也向神来求一个爱的心，让神的爱能够活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领受这份爱，不仅仅是领受而已，也乃是能够活出来，使我们借着神能够去爱那些我们靠着自己不能爱的人，使我们能够去饶恕那些靠着我们自己无法饶恕的人。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爱心。哈利路亚！是的，主，求我们借着你的圣灵，主来向你祈求，主要谢谢你，主要特别圣灵亲在我们当中运行，主要赏赐一个从你而来的爱，主要帮助我们能够去爱其他那一些我们无法爱的人，主要帮助我们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主要求你的亲自来修复这些伤口，主要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主要帮助我们能够蒙你的喜悦，主要谢谢你，主要谢谢你，求你更深来触摸我们，主要更深来更新我们，使我们在经着你新的一年，主要有从你来的形象，主要谢谢你，主要谢谢你，主要让我们赞美，非仅仅靠我们的名字。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赞美，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用心
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彰示。主要让我学习顺服，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彰示。主啊，谢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啊就先爱了我们。主啊，谢谢你在我们得罪你的时候没有放弃我们。主啊，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吸引我们更爱你，主啊，吸引我们更多来亲近你。主啊，更是吸引我们活出你的爱，使我们能借着你的爱，主啊，能够去爱其他的人。主啊，乃是因为你亲自吩咐我们去爱。主啊，谢谢你，我们的祷告不完全，要借着你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愿我们的敬拜赞美成为馨香的祭，献给我们的神。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攻读、领受上帝的话语。今天的基音节记载于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9章第51节到第56节。路加福音第9章第51到56节。现代中文译本第112页。好，让我们一起来读51节。耶稣被接升天的日子快到了，他决心朝耶路撒冷去，于是派人先走。他们来到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替耶稣准备一切。可是那地方的人不欢迎他，因为他显然是朝着耶路撒冷去的。他的门徒雅各和约翰看见这个情形，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呼唤天上的火烧灭他们吗？耶稣转过身来责备他们，他们就到别的村庄去。好，以上是圣经的话语，愿上帝祝福遵守他的话并且按着去行的人。今天早上本堂蔡主任牧师要为我们传讲的信息是圣经人物系列雅各和约翰第3讲，仇恨报复对照爱与饶恕。仇恨报复对照爱与饶恕，让我们以恭敬的心来聆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又聚集在他的面前。我们都知道，新年要有新的希望，期待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灵性都可以大大的长进，在信心和爱心上都能够更加的丰盛。在今年的第一个礼拜当中，牧师还是要透过雅各跟约翰这对兄弟的生命当中的软弱，来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常常透过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主，你的话语当中记载着许许多多人生命的故事，有他们成功的地方，也有他们失败的地方。主啊，恳求您让我们透过这些圣经人物他们的成功来学习仿效，也让他们的失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警戒。让我们透过学习这些，让我们更合乎你的心意。主啊，此刻我们要领受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牧师要透过
雅各跟约翰这对兄弟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软弱，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个爱的功课。我们都知道，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最重要，但是也是最缺乏的，而且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对于爱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观念，这些观念阻止我们认识真正的爱，阻止我们去实践爱，也同时造成了许多个人的伤害，乃至于社会的问题。其实我们只要打开这个社会的新闻来看，常常发现许多社会当中的悲剧，家庭当中的悲剧，事实上都是因为对爱的认识不清而造成的。有些人认为爱是一种享受占有，那这种态度会衍生出嫉妒跟纷争。一旦我没有办法占有这样的爱的时候，我就会嫉妒，然后就会产生纷争。有些人他认为爱是感性的，必须跟理性完全的切开，那这种爱是没有智慧的，很容易陷入溺爱或是错爱。特别是有一些人认为爱是一种感觉，譬如说有陷入那个热恋当中的恋人，他们认为爱是一种来电的感觉，好像被电到一样，是一种无法掌握的情感。当他来的时候，我说我坠入爱河了，我没有办法控制，就是很想他，很爱他。你一定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这台语说爱到较惨死了，就是爱到了没有办法，就是爱上他了，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好像爱是一种特别的感觉，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那这些观念其实有一个问题，没有错，爱的确会引起一些感觉，但爱不是一种感觉。爱会产生大量的感觉，譬如说有人得到爱之后，他会觉得温暖，会觉得快乐，会觉得欢喜，甚至会觉得感动。但是你要理解，爱不是一种感觉，因为如果我们利用我们的感觉去爱，真的不能成全神的旨意。如果一个软弱的人用感觉去爱，那会造成可怕的后果，许多问题都出现了。譬如说今天我对这个人很有感觉，我感觉你很漂亮很美丽，所以我就跟你爱得死去活来，两个人可能结为连理。过了几年之后，有些人在睡梦当中惊醒，奇怪，过去我是跟一个美女结婚，怎么今天变成一个欧巴桑睡在我旁边？对他没有感觉了，再也没有办法爱下去了。所以我们要理解，这种依照感觉的爱不是真爱，我们不可能依照感觉去爱。那爱不是感觉，它是什么？在圣经当中我们发现，爱是一种命令。耶稣基督这样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耶稣基督说这句话，其实他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爱是一个命令，我们接受这个命令，要彼此相爱。那我们不会彼此相爱怎么办？耶稣说，我是一个典范，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所以爱不是一种感觉，如果是一种感觉，它就不会是一个命令。牧师，请问大家，你可以命令一种感觉吗？今天我感觉到我肚子很痛，我就命令他肚子不准痛，我们不可能这样子嘛。今天我感觉很冷，我可以命令说，我命令我的身体不感觉冷，不可能嘛。所以爱是上帝的命令，所以爱就不是一种感觉。我们不能依照我们的感觉去爱。我们可能感觉这个人不是我所喜欢的类型，但是耶稣说，我们还是要去爱他。有人得罪我，我感觉他让我很受伤，但是耶稣还是命令我们去爱他。
他命令我们去爱所有的人，就像他爱我们一样。好，既然爱是一种命令，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必须要去遵行。耶稣命令我们彼此相爱，他甚至他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即使是最不可爱的人，我们都当爱他。这当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我们生命当中存在着很多很多的跟其他人的冲突，我们生命当中也许会受到伤害，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要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用更多的爱去弥补这些伤害。所以今天牧师要透过雅各跟约翰他们的一个软弱，我们一起来思想，要怎么样完成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命令。今天的经文背景是这样子的：耶稣被接升天的日子到了，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接受受苦，然后被钉十字架的日子快要到了，所以他决心朝耶路撒冷去。一般人，我们看一张图，这个是耶稣所在的加利利，然后耶路撒冷在南方的地方。那一般如果从耶路撒冷要到从这个加利利要到耶路撒冷，通常最近的距离就是走直线，大概要走3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耶路撒冷。可是他会经过一个地方，就是经过撒玛利亚人的地方，因为撒玛利亚人长期以来跟犹太人是不和睦的，待会我们会讲这个缘故。所以大多数的住在加利利的人要到耶路撒冷，他们就会绕过，过了约旦河，然后从约旦河边往下走，再渡过约旦河到耶路撒冷去。那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长期以来跟犹太人是不和睦的。其实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本来是一个民族，同一个民族。所罗门王之后，以色列分作南北2国，其中北国的首都就是在撒玛利亚。相比于南国，北国通常更不敬虔。那北国在主后722年之后被亚述帝国灭亡。亚述帝国采取的策略就是把一部分的人口外移，然后把一些外族迁入，让犹太人跟这些外族人通婚，他们就生下了撒玛利亚人。所以近前的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在血统上已经不纯正，而且在信仰上已经被混乱，再加上一些历史上的事件，使得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原本是兄弟，但是后来不相往来。所以一般犹太人要走，他就会绕过撒玛利亚人到耶路撒冷去。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耶稣直直的从撒玛利亚人的地方去。他们来到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替耶稣准备一切，可是那个地方的人不欢迎他，这是理所当然。他们长期以来是敌对的，因为他显然是朝着耶路撒冷去的，因为他们知道他是要去耶路撒冷朝圣。这撒玛利亚人他们用尽方法去阻止加利利的犹太人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结果他的门徒雅各跟约翰这一对兄弟牧师上次讲过，他们的脾气非常暴躁嘛，被耶稣称作半尼奇，对不对？就是雷子的意思脾气非常暴躁，所以他们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呼唤天上的火来烧灭他们吗？结果我们发现耶稣不是这样，耶稣对待敌对他的人不是这样，耶稣转过身来责备他们，他们就往别的村庄去。好，那我们看到耶稣一直以来的教训就是爱，他不单单指导他的学生要爱自己友善的人，也要用爱来对待敌对
他的人的功课。今天我们要透过耶稣的教训来学习一个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饶恕的功课。这是一门非常困难但是非常重要的功课。也许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人得罪了我们，或是我们得罪了其他的人，产生了嫌隙，产生了冲突。今天这个课程，今天这个信息是要帮助我们从这个捆绑当中得到解脱。牧师要从3个方向帮助大家一步一步的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学习赦免或是饶恕反对我们的人。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是绝对没有办法的，我们需要有爱的动力。那一般人面对反对或是不友善的态度，往往血气就来了，心中就充满了愤恨，就像雅各跟约翰一样，他们一发现对方对他不友善，他们就想要用报复的手段去消灭他们。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要消灭仇敌的好的方式，就是要改变他们。所以第一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经验上帝给我们的爱。当上帝给我们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爱的动力。我们要清楚，上帝时时刻刻都爱我们，我们需要接受他的爱，让他来爱我们，让我们去感受、去体会他长阔高深的爱，去了解上帝爱我们有多深。通过这样子，我们去领受爱人的力量。我们看到耶稣在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就是透过这样的祷告去更加明白上帝的旨意，更经验到上帝的大爱，让他有力量去面对使命。而这个使命是什么？是为那些不可爱的罪人来牺牲。我想约翰在耶稣基督受死之后，一定深刻的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大爱。所以我们看到他所写的约翰福音书以及约翰一书当中，他常常提及耶稣爱的教训。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熟，在约翰一书的第4章第19节，他说：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我们之所以可以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之所以可以彼此相爱，是因为我们先体验到神那个不断赦免的大爱。所以在你去爱别人之前，你要了解上帝有多爱你。在人生的困境当中，也许我们会对人性失望，但是千万不要就此放弃去经验上帝的爱。那要如何去经验上帝的爱？牧师有2个建议。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全心注目在耶稣基督的典范，就是注目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牺牲，常常思想他的受难。我们想一想，一个没有罪的人，为了众罪人来牺牲，我们全心注目他所做的，便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要注目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透过他的受苦来赦免饶恕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第二个建议就是我们要进入教会这个爱的学校。上帝设立教会，他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可以彼此相爱。我们领受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就是在教会当中先来实行。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教会是学习彼此相爱的地方，让我们在团契里面，在小组当中可以彼此的扶持，我们也可以参与代祷的侍奉。当一个人可以为了别人的需要献上爱的祷告的时候，他就是去经验到上帝的爱。我们都是带着爱在为别人的需要代祷的。所以进入教会这个爱的学校，我们就可以开始学习来认识、来经验上帝的爱。
这是第一步。当我们经历到上帝的爱的时候，第二步就是我们要把这样的爱放在我们心中，让它充满我们的心。如果你让上帝的爱充满你的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有一些改变。你会发现，你会开始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事情，你会想到他的处境，你会想到他之所以得罪你、伤害你，也许他有他的立场，他会那样对待你，也许是因为他恐惧、他害怕，他也许也受到伤害。你在站在他立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和对方发生问题，也许你自己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当你充满爱的时候，你就会开始为着对方来设想，接着你就会开始发现对方这个在生命当中与你敌对、你无法完全赦免的人，其实他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优点。上回牧师跟大家分享爱的系列的时候，我曾经分享过，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就是少去注意别人的缺点，而是多去留意他的优点。那当你发现他也有优点的时候，你觉得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对自己来说是一种伤害，所以你会期待与他和解。当你心中充满爱的时候，你内心就会产生一种和解的欲望，你会赶快希望把你跟他之间的事情了结，你会积极的期待赶快跟他恢复关系，因为你明白，如果这种冲突、这种恨一直放在你的心中存在越久，对你的生命的苦毒会越深。你知道，恨一个人不一定会伤害到对方，恨一个人往往都是伤害到自己，所以你会期待跟他和解。当你把上帝的爱充满在你的心中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和解的欲望。当心中充满爱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踏出饶恕的第二步。接着我们要开始有所行动，我们要开始实践爱的行动，我们就可以展开和解的爱的行动。爱的行动的第一步不是马上去跟他和解，牧师要请你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上。祷告的时候要求上帝不断的掌权。有时候到了和解的时候，我们内心总会担心对方是否愿意接纳我们的和解，那这些疑虑会影响我们付出真心的爱。我们求神在和解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掌权，并赐下力量来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我常常看到有些人有意愿去跟得罪他的人和解，但是见了面，因为内心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所以一旦受到话语或是环境的刺激，血气就来了。原本是要去跟人家和解，又吵了一场架。所以在决定跟对方和解之前，我们先求上帝在整个过程当中掌权，不让自己的血气胜过圣灵的带领。那我们也要求什么？求神带来改变。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样教训我们说，为侮辱你的人祷告，为伤害你的人祷告，这会带来改变。改变不单单是改变对方，而是改变双方。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会改变，因为你没有办法一方面恨一个人，一方面又为这个人祷告。当你愿意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你心态就充满爱啊。就是祷告一定要求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掌权，并且带来改变。那第二个，我们要知道，面对和解有时候对方也没有完全准备好，他可能会再度来反击或是反对你，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在线上祷告之后，要学习忍耐的功课。我们都读过一句话，爱是恒久忍耐。忍耐的价值是在于恒久。事实上每个人都会忍耐，有些脾气暴躁的人，牧师我也会忍耐啊，只是我忍耐3秒钟而已。真正的忍耐的价值是表现在恒久。保罗写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忍耐别人
忍耐到一种程度，到了恒久的时候，那就产生了爱。那恒久是多久？恒久当然不是永远了啊，恒久，圣经没有给我们什么答案，没有告诉我们说是几分钟、是几小时、是几天、几年。但是其实我的体验就是，恒久是代表一种态度，一种坚持的态度。所以现在中译本把这句话翻译作“爱是坚忍的”，这个翻译很有趣。他说，爱是一种坚持，坚持什么？坚持忍耐，也就是无论到了什么样的情况，都坚持忍耐，用忍耐面对一切人为的挑战。我们记不记得圣经当中有一次彼得来见耶稣，他问耶稣说：“主啊，我的兄弟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他说：“7次够吗？”因为一般当时的拉比的教导是3次，他7次比3次多1倍多，而且7次完全的一个意思。他说：“我饶恕他7次够吗？”耶稣说：“不是7次，是什么？70个7次。”那有很多数学很好的人就会算70个7次是几次？490次。其实不是490次。耶稣是说，这是一种饶恕的态度，要坚持饶恕。在这边，爱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坚持忍耐的态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点也是很重要，要恒久忍耐。然后第3个也是相当重要的，我们要适度的表达我们的善意。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善待恨恶你们的。主动表达善意是化解隔阂一个重要的方式。我们读过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保罗说的。他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用仁慈善行来对待我们的仇敌，就好像用炭火把它堆在他的头上。如果你在普通这种天气，炭火堆在头上之后，你会怎样？你会觉得脸会发热嘛，会流汗嘛，就是这个人会觉得不好意思啊。你用善行去对待你的敌人，你的敌人会觉得说啊，我用这么不好的方式、不友善的态度去对他，他居然还用这样的善行来对我，啊，真是让我汗颜啊，真是让我觉得羞愧啊。那敌人的态度就会转换，这是一种化敌为友的力量，是消灭敌人的武器，就是你把敌人变成为朋友。表达善意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最后就是寻求和解。牧师深信，如果你开始一些爱的行动，上帝就在整个过程当中帮助你去做饶恕的功课。也许刚开始很困难，但是当你开始第一步之后，你开始体验上帝的爱，开始把上帝的爱充满你的生命当中，开始可以有一些爱的行动，为对方祷告，可以保持你的忍耐，表达善意之后，这一步一步，我相信一切都会很顺利。事实上，这对我们生命来说是一种最大的释放。牧师在去年感恩节得到一个非常大的礼物，一位过去跟我有一点小误会而不相往来、没有说话的弟兄，亲自来跟我和解。其实这位弟兄真的是打从心底非常关心我，也一直非常支持我，但是也因为这样子产生一些小小的误会。真的感谢上帝，让我们有机会把这些事情说清楚，并且开始和解。我记得当他跟我和解之后，我的心中好像一块大石头放下来那么样的轻松。这就是饶恕所带来的力量。请大家再一次记住，恨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只有透过爱与饶恕，我们心才会得到释放。在我牧会的生涯当中，我曾经看到许多人让恨苦毒他的生命，
我见过一个人，因为他的媳妇对他说过一句话，他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疙瘩，放在心里面。每次我去找他去探访他，他就跟我提起这件事情。他媳妇可能不经意说一句话，他放在心里面30-40年，一直苦读他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学习用爱跟饶恕去彼此和解的话，是让我们生命得到最大的释放。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也许你心中当中也存在着一些没有解开的结，但愿今天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帮助我们把心中的石头放下来。愿上帝亲自帮助我们，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让我们得着释放。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单单理解你的话，也能够实践你的话，让我们得到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好，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眼睛闭上。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我们内心还是充满了挣扎，我们可能与一些我们最亲密的人之间有一点点冲突，或是与我们的朋友有一点点嫌隙。但是我深信此刻神要透过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解决这样的纷争。如果你特别需要别人为你祷告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的代祷团队会来为你祷告。好，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来，前面这边有，或是你身体有任何的病痛，心里有什么样的一个委屈难过，你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你也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其他人，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中，求神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更有力量去爱别人。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的话语充满力量。当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就会带来更新改变，调整我们生命的力量。主啊，我们将在你面前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交托仰望在你手中，
求主赐给他们更多的信心跟爱心，来面对他们所遭遇的问题。我们也恳求主，你保守眷顾他们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整个过程。我们同时也将在座所有弟兄姐妹全然交托仰望，求主亲自赐福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这里代表双联教会欢迎今天来到本教会一起聚会的来宾。现在让我们用预备心来奉献，回应上帝的爱。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做奉献的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满心感谢您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在您的保守里，我们有平安、喜乐和幸福。我们也愿意奉献我们的金钱、时间和能力，为您圣工所使用，求主您悦纳。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事工，请翻开周报的第4页。小会公告：本会定于主后2022年2月13日，也就是下主日第3场礼拜后，于10楼礼拜堂召开2021年度定期会员合会。为使能顺利成会，请在籍会员届时踊跃出席参加。在籍会员因服兵役或旅行海外或其他不可抗力者，请务必于2月12号，也就是星期六以前，向小会议长或书记请假，或扫描 QR code， 利用线上请假专区请假，以利成会。2月13号当天的4场礼拜均照常举行，请兄姐留意时间参加。在籍会员名单公布于10楼公布栏，如果有任何的疑义，请告知小会议长或书记。本次定期会员合会不另行邮寄，
开会通知，由牧区小家长通知在籍现有陪参会员。第6项是本次会员合会将选派2022年度教会经常费检账委员暨接纳财团法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联教会第16届董事的名单。再来第5页总务委员会消息，因逢农历春节，所以1月31、1月30、2月1号、2月6号3天的奉献征信与明细将于2月13日的周报中一并刊登。那再来是第7页牛埔庄委员会消息，台语罗马字班，请会员踊跃参加，时间是3月5号到6月25号，共14堂课，每周六早上9点到12点。陈金泉等老师，详细内容请见周报的第7页。再来是补充报告，肢体关怀。本会会有潘敬洲弟兄于2月5号安息主怀，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嘱。第2项是本会会有严珠令长老之母严之美长老妈于2月5号安息主怀，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嘱。然后再来一个补充报告是，今天大专组小组聚会改在12楼，本栋12楼。以上报告。现在请蔡主任牧师来欢迎来宾和牧养代祷。大家平安。请问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没有介绍到的。好。如果没有，好，牧师来做个补充报告哈。我们下个礼拜要举开合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如果你真的时间上不允许的，那拜托要在外面请假哈。那让我们这一次的会议可以顺利的召开。虽然在疫情当中哈，我们还是会做好最好的准备啊，跟大家通知。那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唱最后的诗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互相请安问候哈。我们请从前面2个门出去哈。